同樣係臀部嘅痛都有好多原因，你嘅原因喺呢度，所以要治療呢個，你好難會揾到咁嘅治療方法嘅人。病狀名同疾患名，首先呢個唔係原因。而家我哋將個問題可以連根拔起。今次呢條片真係要收錢啊，係救全世界嘅人。今次呢一集，如果你醫院話你聽坐骨神經痛，喺食藥之前你一定要睇呢一集啊！可以話俾大家聽喺自己屋企醫好嘅方法同埋真正嘅原因。由臀部開始呢一帶嘅痛楚，醫院話你坐骨神經痛，椎間盤突出，咁你就一定要睇啦。喺日本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喎。冇錯，真係好多。醫院係點樣處理噶？拍完 X 光就話啲骨冇問題，神經線又睇唔到，坐骨神經、椎間板突出。其實係唔知道，但係咁樣，佢要整一個病名，同你去治療同埋整藥嘅處方。結果原因係唔知道，喺患處隱藏住嘅痛，將你處理到麻痹。冇錯就係咁，你嘅病係呢個原因，所以我要咁樣展開治療，絕對冇啲咁嘅意思。病狀名、疾患名絕對唔係原因。醫院因為要順利攞保險，所以先整一個診斷名。真正嘅原因一定係隱藏住。我哋將個原因可以好明確咁樣，安心今日咁樣睇呢個動畫。咁我哋快啲解說一下，黃色呢個係神經，呢個神經喺骨盤嘅中間合流，神經係咁樣去合流，坐骨神經喺4號、5號位嘅神經合流緊，再出返嚟。啲醫師會咁樣講，股關節附近，即係髖關節附近嘅神經痛啊，好啦，叫坐骨神經痛啦。腰附近嘅神經痛啊，好啦，叫椎間板突出啦。其實喺腰同埋髖關節、臀部嘅症狀都會出嚟，跟住就係骨盤嘅運作唔好，都會臀部嘅症狀出嚟。同一樣，臀部嘅痛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。而家我傳授緊一種檢查，如果你煩惱緊嘅痛再出現的話，咁嗰度就係原因。順便我會講埋解決方法，將佢連根拔起咁樣剷除。首先第一樣係關節嘅問題，底下骨即係先腸關節嘅喐動唔好的話，例如右邊痛的話，將右邊嘅骨盤將隻腳咁樣屈起，用雙手將隻腳抬高。如果臀部嘅痛咗喺呢度再現的話，呢個就係關節嘅問題啦，絕對唔係神經問題。喺呢個時候唔好將個膝蓋向前伸90度，用雙手捉住膝頭哥。而家我講點樣自由調整，喺底骨即係仙骨呢個位，喺中間用隻手背壓住佢，將啲肉戚起，係將啲皮膚戚起，跟住另一隻手又係將啲皮膚戚起，兩隻手都係用手背，前後將皮膚戚起，戚起呢個狀態1、2壓住佢。再嚟戚起佢壓住1、2，再嚟戚起佢壓住1、2，跟住俾少少震動，就係咁樣。做完之後，你關節就會伸展得好啲。係喎，咁樣一瞬間你會舒服少少。好長時間煩惱緊嘅人都會好咩？冇錯，佢係關節問題。第二個係肌肉原因，坐骨神經喺呢度出嚟，梨狀肌肉、雙指肌肉、外旋六肌肉，呢啲肌肉如果被坐骨神經翹住的話，你就會隱隱作痛，啲痛就會周圍走緊。外旋六肌肉硬症狀出嚟嘅人都會有。舉個例，如果右邊嘅坐骨神經痛，係咪外旋六肌肉搞緊你？我哋要 check 一下，將雙腳45度向內傾斜，用咁嘅狀態將雙腳45度咁樣去壓落去，同埋隻腳另一個方向掃一下，另一隻腳阻住。如果你咁樣兩邊去喐隻右腳，呢個位症狀出嚟的話，就係外旋六肌肉影響緊你坐骨神經痛。咁樣喐隻腳，梨狀肌就會做到伸展，但係會收縮緊，一路伸展，一路咁樣收緊，就會變硬。梨狀肌會有問題。梨狀肌本身坐骨神經貫通嘅人有幾個 %？呢個係天生嘅，冇錯。但係意外地，外旋六肌貫通嘅人，坐骨神經痛嘅症狀就會出嚟。呢啲人如果將肌肉改善的話，就會變好。外旋六肌有分內外兩種肌肉，佢有分向內緊張嘅肌肉同埋向外緊張嘅肌肉，係分開兩種。我哋向內輕輕咁樣閉埋，向內側揈隻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向內擰嘅話就會做咗一個反射，自動彈翻轉頭，擴張同收縮，擴張收縮。今次少少將腿張開向外側，向外面揈翼嘅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只係咁樣做，外旋六肌就會舒緩到。咁樣做的話，呢個位就會冇咗壓力。檢查一下可動區域係可以好咗。第三係神經嘅問題，間板突出神經嘅問題。本來嘅原因，呢度刺激到右邊嘅神經的話，如果係呢個情況的話，坐喺度症狀就會出嚟嘅人會好多。點解咁樣講？我哋坐喺度嗰陣，我哋腰椎骨就會直，但係如果太直的話，腰椎板就會好容易向後面突出，結果就會黐住你啲神經。坐喺度嗰陣症狀出嚟嘅人，就可以懷疑你係腰椎板突出。為咗更加深入嘅檢查同埋確定，我哋就躺喺度咁嘅狀態，將隻腳同膝頭哥伸直咁樣，隻腳上到60度嗰陣，你個坐骨神經就會被牽引，係最被牽引嘅一個角度60度。如果咁樣臀部症狀出嚟嘅人，就係你嘅足腰間板突出嘅可能性非常高，將你直得滯嘅足腰去改善，椎間板突出嘅症狀就會得到改善。我哋要喐呢條多裂肌肉，多裂肌肉一路咁樣收縮的話，足腰就會冇咗，椎間板症狀就會改善。要改善的話，我哋要咁樣做：抱起一隻腳嘅膝頭，腳下單一邊嘅膝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樣就俾到多裂肌肉伸張嘅壓力。佢就會同我哋收縮，兩隻腳都要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瞓低面朝天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相反腳都要做，將屁股輕輕提起就可以，好輕提起。咁樣做多裂肌肉就會運作良好。每日早晚做10次，有1個月的話，運作就會良好。隻腳都會抬得容易啲。同一個地方都好多原因。仲有一個意外嘅原因，係大腿背後嘅二頭肌嘅原因，由骨頭開始咁樣黐住。如果大腿二頭肌傷咗的話，佢就會記住痛楚嘅 pattern， 行緊嗰陣時嗰個瞬間，大腿二頭肌伸出嚟，大腿後面就會感覺到痛楚，就等於有傷咗嘅可能性。大腿二頭嘅筋有2條，將大腿呢2條筋向下滑。向住屁股嘅方向，一路向後拉，隻腳向前伸1、2、3、4、5。咁樣做的話，你嘅肌肉就會收縮，咁樣就做到伸展。手指將條筋向後拉，伸展1、2、3、4、5，再嚟1、2、3、4、5。頭先我哋檢查咗椎間板突出，而家我哋隻腳會更加高起得。呢個係大腿二頭肌改善咗個結果。底下骨關節做完都唔得的話，梨狀肌肉做完都唔得，椎間板做完都唔得，單純係二頭肌差嘅人都會有。正係呢個原因亦都會有，就係因為肌肉嘅損傷，所以唔好去放棄，順序咁樣去揾原因。